隨住年代及使用需求改變，加建及改建、改造及裝飾工程項目唔單止涉及用途改動，甚至將舊有嘅空間轉化成全新嘅場景，提升功能。呢啲改變非常考驗建築測量師團隊對專業技術同埋樓宇法規同埋安全嘅掌握，融合咗創意，為現有嘅建築注入新生命，亦都帶動咗社區嘅更新。建築測量師大獎今屆迎嚟10週年，特別推出最受歡迎建築項目獎，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為你心目中最出色嘅作品投下寶貴一票，支持佢哋繼續為社區嘅可持續發展出力。